波叔啱啱公布咗2026-27年度財政預算案，用紫色做主調，又宣布幫庫房止血，轉虧為盈。其中一項重點改動係樓價超過1億港元嘅住宅物業，從價印花稅 AVD 稅率由原本嘅4.25%大幅調高至6.5%。措施追溯至2026年2月26日起生效，預計每年可為庫房帶嚟10億元收入。呢項改動主要針對極高端豪宅，被視為向 Top 1% 開刀。例如入手一間價值1.1億港元嘅住宅物業，原本稅款為約467.5萬，依家稅款就要715萬，稅負增加。香港高端物業嘅稅率進一步接近海外市場，變相提升海外豪宅嘅吸引力。以英國倫敦為例，假設買家係購置主要居所，非第二套房，非首次置業者同埋係英國居民，按最新 SDLT 即係英國印花稅計算，買家購入價值1.1億港元嘅住宅，就要俾116萬英鎊嘅稅，換算港元大約為1200萬。相比之下，香港新稅率6.5%嘅稅負，雖然仲係低過英國，但係差距已經進一步收窄。我哋之前仲出過影片講英國買樓要交嘅稅款，有興趣嘅可以睇下。而家香港豪宅稅率一步步追近海外，資金會繼續留港，定係開始重新分配？1億以上物業，你會揀香港定英國？不妨喺留言分享你嘅諗法。